希望能有达到打炒房的效果，但我们不是打房，我们都希望房价是合理，而且让要买房子的人买得起，不是用来炒作。那有鉴于炒作的风气或者有这个现象，政府就要想尽办法，像红单炒作，我们就加以打击、遏制。像有人把一个房屋要改成几十间，降低价值，避免缴税，我们也加以遏制。像这一次推出来的，就是有人把买房屋不是要来自住，他就是买来卖，买来卖，一再转手赚取暴利。那所以这一次就房地合一来这个税制调整，希望这种短买短卖炒作的现象加以遏制。至于囤房税，有人也说要采行，但如果对于几间房屋这样来就要课税，但有的在大都市里面的房屋一间就比在乡下的房屋5间还要高价值，所以用几间来算并不确实。同时纵算用这样子几间来算增加缴税，但也不过一年差几千块，但房屋价值都几千万，所以它并不会受影响，反而会借这个理由说政府增加它的税了，它就去提高房租，会间接影响到租屋族。政府也看到外国有这样失败的例子，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子推出来，但还是会持续观察各个方面，希望能有达到打炒房的效果，但我们不是打房。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台湾的科技产业是多么的重要，也可以看到不能缺水，不能缺电，否则的话连国外都很忧心。政府对于怎么样维持稳定供电，怎么样子减少在旱灾的时候冲击影响，都用尽心力。比如我们早在3年前就凿井抗旱，我们早就对于区域引水的连通管线加速完成，并且对海水淡化等等也都有设施。昨天我到苗栗去，也看到怎么样子让水的再生运用，种种方法都是希望当56年来第一次台风没有来，以至于水情这么严重吃紧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到政府的超前部署跟用尽心力，所以相当程度的有减轻这一个旱象。但要撑得久，还是要全民来支持，节约用水，千万不要浪费资源，这样我们才能撑得住。